苦气死了，知道了。姑姑，考期不远，你还需及早登城。小妹，此次复考不去也罢。恰是为何？此今科场之中十分昏暗，团长社会不中才用，凭你满腹经纶，与何用啊？万岁此次以小妹看来朝野甚大，绝非今时几言都能自关。姑姑你久居家乡，何时才能出头？前程似大，姑姑你万万不可心灰意冷呀！唉，奸臣当道，弄权复国，况是其民之不欲，怎复今欲？姑姑，公子快追呀！公子到了，快去敲门！哦，喂！哎！恭敬一点。是。请问钟大相公在家吗？未必了。言事上查到了以后公过。有啊，里面说。请。这是本院院令大公子长风的来拜访。七个，请坐。总亏那一件憾事草木之神，何劳公子造访？恭喜钟大相公，贺喜钟大相公！此话从何说起？钟大相公啊！我们愿他人也不今天，万余难二百两的一张银票，独自为大兵之年开拓考，我的大相公也要进去吧。慢来，朝廷开口取士，举言承认，凭的是讨得文章。这同门作弊的鬼道，岂是我钟馗所为？嘿嘿，算计我上来了，这点小事你就承接了吧？还算难聪明。
哼，怪不得神色，修在神经不识字，还就这么不开面。就是看在我们袁太爷的份上，你也得答应呀。岂有此理！钟大相公，你也不拿四两面话放一放，我们爷们切顾谁的痛？告诉你，金科寺院的资考官杨老太师，是我家公子青阳局的官老子，那叫表老爷。你就是不答应，我们照样总状元。你还是答应的好。老宋，他好苦大方的小总管，可与我少爷来作对。我闹一闹来，怒一怒。你让我中不了状元，我要让你也中不了状元。我要你碰过一辈子亏。让他想一想，想一想。来，说。钟大相公，这礼品我就尽你放下了。明天等你的为娃啊！离我滚！哎呦！这口气我怎么咽得下？这小女长得真精，我是有定要讨她做老婆。官场上实的奴才，因为考场首席之物可曾配下？举一几杯。好，义兄倒想去考场为一位这牌偶上。是呀，不能让这些纨绔子弟横行于世。这是留你一人在家，义兄我怎能放心得下？哥哥你看，小妹是今已长大成人，身兼上苦之力，哥哥只管放心，静静观考就是。哥哥，你来看，这是你观考所需之物，考期不可错过。看今日天气晴和，哥哥你就速速登城去吧。小妹，哥哥。哥哥，小妹这里有金茶一支，哥哥你带在身边，一应继续。哦，义兄无能，未能上面得以温饱，已是十分惭愧。这是金茶，乃是我亲留下与你定亲之物，义兄我怎能要得？定亲之物意欲何方？我说是一支金茶，就是小妹终身，也请凭哥哥做主。常言道，穷家富路，哥哥还是把她带在身边，以备无患的好。难得小妹一片水族之情，义兄归临了。哥哥，先生多多保重，小妹等你永归。喜悦。
你们快天色已晚，亲自动威，再来孤王平生，西龙一来，秋波神跑。咦！
死人也！这一公子真心大名，令我落难至此。我名杜宾，乃是上京官考的举士。我因中途传兵，由于风雨交加，正在此别于，忽然来了一群鬼怪，把我苦致死。多么公子相聚，随我一拜。既是为难臣子长情，请问神兄真心大名，在下钟馗。你就是钟馗他相公？听你之言，莫非神生？我们乃是同乡啊！同乡？我乃杜家庄邓氏。钟兄为人长义，小弟早有所闻。有道是同声同音，同气同趣，今日相遇，真是三生有谊呀！已遇了，已遇了。眼里，你可天也大亮，我也紧紧捆好，正好给路同饮。怎奈小弟周身痛痛，饮酒艰难，怎能连累神兄啊？眼里你是哪里话来？你我心也粗粮当成，可到今晨，此甚好。我们还是赶快离开此地吧，请。老太师此话甚是，正老太师之命，这里的言以那内情，表为神长风。我也曾暗中将考题预先晓谕他之，怎奈他的才学实在浅薄，叫下官不必如此。应律公为自在，一款自为考生之中，后人可为上人。若能真才实学，总会为首，此之不必。总会。应律公，事已至此，
这个一讨黑礼，一讨代理。哦，下官明白了，老太师之意是将钟馗与常的文章来一个。哦，妙哉，妙得很呀！哎呀，不对，此事关系重大，若是被万岁知道，那还了得？只要你我深刻自明，了若何事？有老太师做主，下官愿做犬马之劳。好，不更确定，万岁命大御史徐步中进来，咱三人同坐听闻。只要你我心中有数，那徐步君就故障难免了。老太师此言极是。好，你所讲长风混来，自此月门玉门而走，今日一日是，你说说怎为？遵二位大人，且系先中良贼，待等王榜画策，你我即可为诏奉命。来呀！哦，王榜画策。哦，生这次喧哗，我能举止钟馗于要事面前考官他人，说是红了出去。若生钟馗有一事不明，得来请教各位大人，我上无事生非，官员佛法。哼，神明考察，岂该绳之以法？何必絮絮叨叨？哪里用得？有为吗？与我报了！罢了！哼，哈哈哈哈堂堂天子驾下，四员之中，今日小小死生失句10句话也用他不得，这恐有伤天痛。老太师，我看此人出于不完，就用他一术，尚还在不劳不辞。这一军士用力速来，他人用兵。魏长风乃是投降，此事不好。他曾以从今深来与我，陪我去见，说他言道，今古4年只靠大人，乃是他的表外宗。心中相亲，放他人相差。啊，老太师，相见之子，尽管这份朝廷命官，你该当红贼。大人，
我与长风乃是同乡，此时赴考，他曾以从今虽难与我陪我俱进，使他言道：今后4年只考大胜，乃是他的表外祖。请送相金帮大臣相查。啊，老太师，哦，此乃无中生有，道言不中。哎呀，大人，那长风的文章你是亲眼目睹的呀？长风的文章是雷击分也，气氛也，看来其中他与分赃。什么文章无照地轰了下去？轰了出去。老太师，有生金的使用，你不分青红皂白，替我打破样子，莫非其中有什么隐私不成？这个我有生要与他当场比试。好的，总会。尽管顶上老太师办不参，我也罢。是。来，有不管长风前来。长风来见，来这来这。耶，这不是钟馗吗？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回去回去！对面长也是少爷我的嘞。方丈之中休得无礼。哦，钟南山严令之子，今后众位考官大人、大人。参过一罢。哎。不知各位大人这我对面状元长风前来有私教，总会不理地来考验。明日二人在贵大人面前各施各色，作证有谁？我好也得听哦。谈不是以何为题？就以梅花为题。来，有问过问吗？梅花，已是梅花，已是
究竟也能高雅，好高才也。老官儿，你先别夸，等我这首诗做出来呀，一个个哈哇你们。一枝梅花开闹闹，好像串串芝麻糖，芝麻糖希望上，赏我一个状元郎。好高才，好高才，好高才！辛苦这一定是你的了。老太师，珍贵之才有目空睹，那场奉四分的脸难成大器。徐大圣，此言差矣。那张宗虽文章彬彬，但德音却好。你看他口口声声不忘凡事，忠心可嘉。那钟馗虽遇绝境，却狂傲不羁，断不可取。老太师，张元杰的非同小可，你自此天命，岂不令天下人耻笑？徐大圣，你一再的包庇尊贵，莫非其中有什么事情不准？有无事情，老太师你自己明白。京城大道是公公，不用这一层层怒火天地。我算是良缘不分。
你四次行事，令人心不服，不服便怎样？我要上天面去，上天面去。好，你可知道上天明君妻子是女？徐大人，他们一个一个的嚣张肆无，怕你不去面君，你夸夸面君去吗？哎呀，我说纪大人，你怎么聪明一时，糊涂一时呢？像那杨老太师，乃是当今万岁的老岳父，他的厉害谁人不知？你可不要自讨没趣呀！与老太电话，对本官亲命，是我学不起，又为甚两大人，纪大人，怎会？今日之事，你困得明白，老夫爱莫能助，你要好自为之。徐大人，多多珍宠你。徐大人，唉，王法法度如何用？你刚直不正，怎么能？徐大人，徐大人！哎呀，总亏高才，哈哈，没用。你怎么是你阿等总会算场口上，哪里有那眼尾吗？将总会与我报了。哪一个人？杨国松啊！我的杨氏爷们一仗全是残害忠良，欺压百姓，而且又在口场之中团造王法，独眼岂能欺君皇上，滥施一位，此地朕后宫扬名的贵贵，无生不能疏儿之命，化为连贵，也要将你等臣妾贵贵虎豹老出，一股一股沾光辞去，一谢天下。
皇位的尊贵，真是无视手段，失去其路，死有余辜。要为吗？好，我的下属哪个关于尊贵生死，与他一律问罪。好，禀老太师，那中国的死神已被抛尸荒郊，被毒兵生死立碑。好，好一个毒兵，竟然违抗本太师之命，为那钟馗生死立碑，真是胆大包天，要为吗？好，将钟馗愤怒，与我团团围困。好。
你这个小畜生，抗命不准！今为总会卖死的兵，你在碑文上诽谤本太师，你该当何罪？我那众兄怀才不遇，壮志未酬就死于非命。我为他卖死了个命运交缺，何才自由？呸！难道你不怕死？命不为死，奈何以死相逼？哼！老夫要割掉你的骨！哈哈哈！死而无恨，还要什么公民？爷们们将碑文推动，分我爆开，将总会死水抛之黄酒。下不送啊！老汉子，你靠仗着比鸡也无能，草菅人命，仇害我众兄，怎么还要报恩悔死？是此伤天害理，你就不怕世人痛骂？哼！你一派无言，两位们将土兵拿下，分我报开！别怕凭着我土兵一腔热血，看你们谁管到我众兄晚上一死一痛！还不与我动手！眼帝眼帝，眼帝，你说是眼帝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乃钟馗才子，你是钟兄，眼帝，钟兄。钟兄，莫非你死而复生了？生死也能复生，死北京，断我生路也是了之，恰也落得十分轻爽呐。也许上苍令我心情刚烈，梦远水穷，封我做对他身。这便曾经妖魔鬼怪，到时也犯污孽了。唉，我今也是别无他求，假如没有小妹我
心不下，我有心将他许你为妻，不知爷你可做一番？多蒙神兄救我于危难之中，小弟才得我命。这满是烈悲，何足挂齿？小弟正好借此利益，此次我已革了前程，功名无望。实将小妹许配于我，岂不要受一世清苦？神兄死不得。爷你是哪里话来？你是品中后，为要妹言说他理。你儿孙成去8年之痒，定是一桩美好的姻缘。言弟，你不要太自了，你快！这里有金茶一支，原是小妹你亲自把，万望眼里笑纳。是，小弟愧了。哦，我这里有小书一本，全作新闻。好，但不知眼里何事为香？小弟即刻登城。好，眼弟你先一步，允许我稍事准备，亲自送妹与你二婚，再到中南山赴城。是此小弟谨记，还会有情。
水里去，唱着那千里黑。
来常府总管李氏，父神你名大福大，造化大。我家公子得中了短命状元，要娶你为夫人。这是荒彩礼，文官雅聘，你快去梳妆打扮，我家公子稍事就来迎娶。这是我死的。你哪里见着便宜去？此事万万不可呀！东西见你放下了，你要与我放明白的。此事万万不可！好，万万不可！
不要害怕，我是你哥哥朱贵回来了。啊
两小，你别义兄送的把情啊成。这草凤子前来逼婚，哥哥，这便是何时好呀？因为义兄才是了算无法，小事也罢，你要好好收取。是此小妹真名，里面更一去吧。公子请啊！龙王花中的金榜题名是西送驾喜。咦，啊，娘子哪里？娘子哪里？你是何人？你钟老爷才去。哪个是鬼？哪个是鬼？你们这些衣冠禽兽、神气的鬼法，我这对大人今日要处死你们！拖了下去。吩咐下去，出去陪好。我有彩头，
金银送了美大清晨，从今后咱要吃什么？只凭了神。曾经8年这样，我愿意告辞了。今日是大喜之日。